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1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一开始，咱来关心政府明年要开放有3百种的美国猪肉进口，民间有组反对3百种联名，内底有成员，有一个医生名叫做苏伟硕，最近伫网络顶头写讲有3百种的内底对人体是有害的，结果即马互主管机关卫福部认定是在散布假消息，向警方检举。苏医生昨昏本人嘛回应讲，这是台湾的专家发表伫国际期刊的研究，毋是伊黑白讲。有来克多巴的美国猪肉，明年1月7日会开放进口。民间反3百种 BD 联名的成员苏伟硕医师，捌对外发表反来这言论，会引用台湾专家发表伫咧国际期刊顶悬的研究，强调讲来这毒性是海头丸的250倍，对人的精神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结果去卫福部的食药署来告发，讲伊违反食安法甲社会特殊危害法。证明莱克多巴胺对人体的泌尿道细胞有毒，这是台湾人自己做的。对人体的细胞有毒，这个都是发表在科学的国际文献上面。所以我说来猪有毒，这当然是有科学根据，这不是谣言。卫福部是伫10月底向警政署来告发，高雄3民2分局15号函予苏伟硕，通知伊25到案说明。卫福部嘛发布新闻稿指出，苏伟硕言论无证据，会引起民众惊吓。来剂比摇头丸来毒250倍。光呼吸就会吸到了来剂，其实我觉得都不是真实啊，而且这种话其实对于民众来讲，真的会引起很大的恐慌。我想这是不应该的，以他的专业，他不应该是这样子啊。食药署认为讲，苏伟硕用高剂量的动物实验来讲莱克多巴胺对人体影响，可能有误导的几率，毋奈造成民众无必要的惊吓，嘛有可能会损害进口商的名誉，所以才决定讲要向警方来告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对洛西亚来台湾的芭蕾舞团本地站要演出，结果因为内底有4个团员互验出病毒。疫情指挥中心即马是宣布讲，目前全部的人搁要做一届体检，爱拢通过才会使表演。若是其中搁有人确诊，安尼就要取消演出。雨一直落，台北国家戏剧院外口冷冷清清。原本暗时要演出的莫斯科芭蕾舞团，团员有4个人确诊新冠肺炎。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其他第2摆采检呈现阴性的人员必须进行第3摆采检。若是有人确诊，就取消所有演出。那应该是那问题应该是几乎是没有。但是如果万一里面有验出来是还有阳性的话。好，那我们再讲是说，我们就要请他们停止演出。莫斯科古典芭蕾舞团是俄罗斯3大舞团之一，原本要伫16到27伫国家戏剧院，也有高雄维本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巡演12场。成员14号结束隔离了后，进行第2摆采检，第一时间发现4个人阳性，马上送病院。其他团员是伫15到国家戏剧院，伫彩排室进行分流彩排，一直到16公布第2摆采检报告，证实有4个人确诊。主办单位联合所为文创强调，为了保障观众权益，决定取消暗时的首演，并且延期。另外，该烦恼讲舞团局部进行长更、行为排练，是不是有关有防疫的破坑？14天隔离之后，裁剪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分流，然后3个人一个电梯。戴口罩，然后去裁剪，裁剪回来以后也都是有一个安全的动线在防护。没有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没有跟一般的民众接触。然后他们进到国家戏剧院里面是采取独立的通道，跟工作人员是分隔开来的。所以理论上来讲，他们都是没有跟一般人接触。不过台北市府特别讲，中央决定上班了。中央认为说可能没有风险，那我们也希望中央能够提出一种保证吧，就是你保证没有问题，我们当然也都配合。但是显然没有办法，这个时候谁都没有办法保证，所以我觉得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黄珊珊表示，中央已确定是安全的，愿意开放舞团继续演出，台北市的配合。而媒体讲到，团出有无确诊的团员已经有人洗假，伫社群软体来拍卡。黄珊珊表示，伊已经解除列管，进入自主健康管理阶段，必须爱专程挂水安。若是查证了后发现有违法情形，卫生局一定会依法开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店有一个姓区的查甫人，11月7日夜中入去中华公路的管制区，佮跳落山坎，失踪40天。昨昏，互一个去山顶拍赖的民众找到。这个姓区的查甫人一直清楚讲，伊40天拢无食物件，敢若食水，瘦20公斤，目前伫病院观察。
在现场民众的带领之下，警消人员去国馆山区一个废弃电厂的暗坑，发现已经失踪40天社区的男性就倒伫涂骹，为着莫去刮到，伊伫涂骹铺塑胶布，分尸顶嘛架塑胶布。昨天晚上10点多，接获一位阳性民众来派出所报案，说在台8线1.3K 的对面台电废弃的工厂后山的山洞，发现有一个民众躲在那边睡觉。吓一跳啊！我说怎么？我不是去找他，我是去打猎，因为我1年会打一次猎，年底，差不多年底。当下看到的时候，真的把我吓死。经过40天的时间，社区的男性总算是找到啊。不过因为拢无食物件，伊已经320公斤。伊讲这段时间敢若靠啉溪仔水，搜救人员先提矿泉水，还佫有饼互伊止腰。你先慢慢吃，休息一下。应该就是他了嘛。他都没有吃任何什么东西，他只有喝水。对，比较虚弱，有虚脱的现象。这个社区的男性送病院了后，恢复情形袂歹，已经会当正常食物件。目前还佫伫病院观察当中。不过医生认为讲，一般的人无可能干那靠食水就会当冻40天。我们身体还是需要很多的元素来维持我们的生命真相这样。可是单纯如果只有水分，那你没有一些适度的电解质补充，甚至一些营养素的话，其实40天也没有办法维生。警方表示，社区的男性11月初6骑乌多摆入去中型便道了后就失踪。这个期间，警消的搜救行动拢有持续进行。虽然家属要去台中地检署，告警方涉嫌失职，不过因认为讲救人是第一要紧，尊重家属的做法。即马人找到啊，家属除了感谢警消的协助，嘛会撤销告诉，另外嘛按约定，互到找到人现场的民众50万的奖金。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继续受东北季风影响，伫北部、东部同款是寒冷的天气。咱来看上新的温度。早起气象局有针对台北、新北、基隆、甲宜兰发布大雨特报，若其他所在同款是维持侪云到好天。早起上低温同款是出现伫新北市的富贵角，敢若12度7。日时开始，冷空气会减弱，温度会豆豆回升，水汽嘛会略略减少。明仔载北台湾高温有20度，也毋过伫拜六，佫有另外一波冷空气会到位，强度甲这波袂换袂换。即款北部、东部较寒冷，中南部是好天的天气形态，会一直维持到年底。北部最近拢在落雨，新北市的瑞丰佫发生崩山意外，土石去击着2间人家厝，好佳在无人受伤。另外，伫宜兰台七顶线嘛发生山壁崩起意外，一粒大石头就落伫车路，经过人甲搬开，即马已经恢复双线的通车。听到轰隆真大声的声音了后，大量的土石就安尼下落来，岩壁崩落来，实在是真恐怖。附近徛过厝顶是讲甲密密麻麻，佫真大坑，汽车、挡风玻璃拢逼甲敢若蜘蛛网。73岁婚姻人因此受伤，家在有紧走出来。听到迄后壁咚啊，就咚啊，啊，再个啊，崩山较紧的。石头一直落，我就讲，我讲来到这边，我一定讲死，无人知影。就是这样想，还好，我就很勇敢，就说我要下去，赶快要跑下去。巡逻司法经过，婚姻人手佫皮喘，伊讲当时等去厝的收衫，听到轰隆隆的声音，以为直升机飞过，一个看知影讲是土石崩落。这个意外是发生在新北市的瑞丰皮头路遮，连日大雨，山区四周围土石拢松动。昨个下晡5点外，土石崩落，造成2间徛家甲汽车拢地歹去，现场管制出入进行清运，受灾民众也暂时撤离去亲情因兜住。豪雨跟地震是主因。只是它发生的时机呢，它不一定是在最大降雨的时候。瑞丰区公所讲，大路的土石16就使清理完，不过徛伫边坡的石头也需要1天的时间。而相关是大雨造成的，也有台七顶线道路往福山石门方向16早起发生边坡崩落，大路有真侪路石阻碍交通，警方伫现场放路障，为封锁线来警示。台七丁线5.5公里处有落石坍方，发现有一个巨大的落石掉落在道路上。那目前路权机关市区工程处的工程人员已经在现场抢修。经过2点外钟抢修，已经恢复双向通车。而最近东北季风一直来，加方面的北台湾一直落大雨。气象局资料显示，18拜5北部天气稍微较好，不过线来19拜6东北季风增强，全台又阁是湿寒的天气。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澎湖日报》。财政部是公告讲，伫民国1809年度，每一个人基本生活费调悬7000块到18万2，创下有史以来调上济。若准讲是一口罩4个人，每年会当减纳1400块税金，有27万好使用。来看《中国时报》，中国上大嘅中原大钢厂中心内部地未拄好，将台积电营运长蒋尚义登去中心做副董事长，这是引起中心的执行长梁明祥不满事迹。业界就要讲，若种愈舞愈大，中国的半导体自主国产化一定会受影响。来看《中国时报》，美国的财政部昨昏公布汇率的报告，甲越南、甲瑞士列做汇率的操纵国。嘛，甲咱台湾、泰国甲印度列做观察的名单。咱台湾对2017年就有对观察名单提调啊，也毋过过3档各方放入去。咱中央银行是表示讲，有料想到，也毋过咱政府未改变咱的政策。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有新增加7例带病入境的确定病例，嘛包括洛西亚来的芭蕾舞团的4个团员。另外，禁止印尼移工来台湾2礼拜的期限是伫今仔日到期。不过，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目前印尼的疫情是真严重，所以会继续禁止。国内新冠肺炎，阁增加7例境外移入病例，其中6人是无症状感染者。第744例是菲律宾籍20多岁男性移工，入境前3天有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一经到即嘛无症状，检测期满前采检才确诊。第749例是菲律宾籍20多岁男性移工，今年11月29来台工作，也是有阴性报告，入境到即嘛无症状，检测期满自费采检确诊。第750例是本国籍40多岁男性，今年3月去美国探亲，11月7日回来居家检疫期间出现症状，检验了后才确诊。第745、746、747甲748例是俄罗斯籍莫斯科芭蕾舞团的舞者，2男2女，伫20岁到60岁之间，今年11月29来台湾演出。4人入境到即嘛无症状，11月14检疫期满后，由主办单位自费采检才确诊。由于个案都没有症状，目前检疫地点均为1人1室，未与他人接触，故无需匡列接触者。另外，印尼籍移工来台禁令要第17礼拜4到期，但市中表示，印尼当地疫情真严重，最近1礼拜一天增加病例数6000例，而且为10月到即马为印尼境外移入的确诊病例数有132人，其中76人有阴性报告，检验报告欠缺公信力。印尼目前也无提供认证的检验结果，为确保台湾边境防疫量能甲社会安全，所以会继续暂停引进印尼籍的移工。那这个报告有跟没有都已经差不多了，好，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想说那个认证哈，对于检验报告的认证，除非有进一步的进展，那否则我们就会继续暂缓。但市长强调，印尼的阴性报告愈来愈未准，台湾承担不起这风险。除非检验报告有进展，若无就会继续暂缓引进。另外，新冠肺炎疫苗优先做的对象，但市长表示，包含机构内甲交互内照顾者，无分国籍，拢会列入第一波的名单，数量也阁爱算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在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7400万例，死亡人数有164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7例，目前台湾计共749例。中国的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7800例，日本已经超过18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700万例，印度是超过993万例，伫巴西超过697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178万例，法国超过246万例，伫英国是超过191万例。来关心美国除了辉瑞药厂的预防车，即马又阁有另外一间药厂莫德纳预防车，上紧伫18就当通过美国 FDA 开始伫美国做执牌的预防车。欧洲的部分，德国是希望欧盟伫耶诞节进前会当批准预防车，通予欧洲的民众伫年底就当开始注射。
在美国辉瑞药厂生产的疫苗，一定伫美国、英国注射了后，甲辉瑞用同款技术制造的莫德纳疫苗，伫美国 FDA 是药监管局审查3万人的临床试验了后，分析显示，疫苗总体有效率是94%，现在造成部分接受试验的人感觉注射的部位会痛，感觉痛也是头痛，也毋过无伤大的安全疑虑，所以有希望上紧会伫18通过紧急授权批准使用。We have a vaccine that is safe, we have a vaccine that is immunogenic, and we have a vaccine that is efficacious. Those are the three big things that we determine in clinical trials. 甲辉瑞疫苗无共的是，莫德纳疫苗的温送甲保存无需要低温70度以下，只要普通的平均温度，所以有希望进行全球的注射计划。因为甲辉瑞药厂做伙研发疫苗的是德国医药公司，所以德国政府嘛敦促欧盟赶紧伫耶诞节之前批准辉瑞疫苗，让德国人会当赶紧注射。EMA 欧盟药品管理局就计划要甲审查会议为2到提早到21有讲年底之前有希望注到疫苗。Das auch hergeben, aber man darf da optimistisch sein, eine Zulassung am 23.12. erfolgen kann. Das ist eine gute Nachricht für die ganze Europäische Union, weil wir natürlich sehr zügig anschließend gemeinsam mit dem Unternehmen in die Verteilung kommen innerhalb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Ich sage noch einmal, 即使有钱的国家陆续实施注疫苗，全球所有1/4的人可能要等到2020年才疫苗通注，因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调查，到11月15日为止，后亚的国家已经向13间制造商买走将近75亿剂的疫苗，占疫苗生产量的1半以上。平均一个人会当注3剂疫苗，所有数十亿的人因为后亚国家的抢买，未来一档甚至是搁较侪档无疫苗通用。公司新闻但是。朋友来关心美国阿拉斯加的健康官员通报讲，有一个医护人员自辉瑞药厂的预防射了后，出现严重的过敏的反应。这个中年的医护人员是一个女性，伊是自辉瑞甲 BNT 这支预防射了后，大约10分钟就出现喘气困难、严重的过敏，红送急诊。因为即马呢状况是稳定的。因为辉瑞甲 BNT 即摆的预防射爱注2筒，中午爱隔21天。健康官员是表示讲，有过敏反应的人袂去注第2筒，要搁大规模注预防射计划会继续袂动点。那美国的健康官员嘛提醒讲，有过敏这款体质的人要注预防射进前，一定爱细致。咱镜头来香港，香港的疫情即马当严重，伫香港机场有的警务人员有几个人拢互确诊，甚至是警告即马嘛互验着病毒。另外，伫中国有几个所在有几个省即马嘛出现本土病例，所以中国即马要加严航空业的防疫措施。香港第4波疫情也是一直拖。根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机场到15已经有7名警务人员确诊，包含2名领遣员，也有一只机场的警告，新冠病毒检测呈现阳性，不过无任何症状。气候署表示，这警告已经被送往动物拘留所，并且佫进行检测。而香港16公布新增加82例確診，總確診超過7800例。今日我哋有82宗個案確診啦。咁當中咧就有3個係輸入性個案啦，另外嗰79宗都係本地個案。喺本地個案入邊咧，有35宗咧係揾唔到源頭嘅個案，暫時。張德軍表示，最近確診數也無下降，真歹講是毋是過高峰。進前大埔一個外籍使用人宿舍爆發互相相會感染，2天已經有10人確診。政府宣布全港家庭外籍使用人18開始免費去檢疫中心採檢。另外，中國最省出現本土病例，遼寧省大連市新增加4名本土無症狀感染者，攏是大連港的領導氣溫搬運工。新增4例无症状感染者，均为港口从事冷链货物搬运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转入省新冠肺炎集中救治大连中心隔离治疗。中国疫情搁起来，网友烦恼搁再出现封城。最近境外移入病例内底，苏三航空一个国际客运航班司机，集中隔离期满了后，无特殊隔离7天，也走去参加一个300人的婚宴，了后确诊引发争议。中国民航局16发布上新的做法。航空公司同一航线入境核酸检测是阳性的旅客有5个，就暂停这个航线营运2礼拜；若是有10个，就暂停4礼拜。杜绝境外移入病例搁再上升。记者综合报道。
进前住伫巴基斯坦，香港是全世界上高端的枪卡湾，已经搬去柬埔寨顶开新的生活。即马有2只喜马拉雅中型要搬去约旦，也毋过巴基斯坦的政府那亲像是民主的问题，向取消。加在法院徛伫保护动物这一边，判讲这2只熊会当离开这个国家。伊斯兰马巴德动物园上后尾一批动物，也就是2只喜马拉雅棕熊，苏西甲布巴鲁，总算会当离开一个捌互因真痛苦的所在。伫咧法院的判决之下，巴基斯坦气候变迁部将2只熊送去境外另外一个动物园的提议去用驳回。苏西甲布巴鲁则来送去约旦的庇护所，开始新的生活。Both of them have stereotype behavior. They were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No enrichment in their enclosure. No water pools, and Himalayan brown bear. They really have wonderful nature here. They deserve to have the best. 动保组织主要是甲全世界上高大的枪卡湾送去柬埔寨安置了后，回头咧准备要甲苏西甲布巴鲁搬去约旦，毋过说法是因的出口许可，叫巴基斯坦气候变迁部来取消，原因不明。气候变迁部表示，2只熊无要出国啊，会放送去另外一个当地开发的庇护所，人类会当伫遐看到极度强要济种的物种。针对气候变迁部向改变心意，法院认为讲也是无法度满足2只熊的动物福祉。伊斯兰马巴德动物园原本有960只动物，毋过环境真歹是同人知，早就已经去互法院下令讲，爱甲所有的动物转移去庇护所。No one knows where this 500 animals disappeared, and the rest of the animal died due to starvation, due to maybe lack of care, lack of fund, lack of experience. 苏西甲布巴鲁拢16岁，因本来就爱准备伫咧12月当兵，毋过生活伫咧环境真歹伊斯兰马巴德的动物园当中，空间会真挤，而且因2个去互分开，身体状况是真歹。苏西今年热天才开刀，甲胸坎的肿瘤切掉。毋过当地兽医无法度顺利甲空喙天起来抓来感染，伫咧输鸟的斗3工之下，才得到妥当的医疗。2只熊拢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输鸟对巴基斯坦想要重新建立动物庇护所是表示肯定，毋过训练员工照顾动物拢需要时间。苏西甲布巴鲁需要的是即时妥当的照顾。公司新闻黄文良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中国的月球探测器嫦娥5号今日透早伫内蒙古安全登陆，佮成功炸转来月球的土壤，完成任务。来看，根据 CNN 的报道，比利时有一个患着病毒的查甫人，装作是亚旦老人去拜访护理之家，嘛亲像造成内底患着70个人。来看美国的参议院昨昏讨论香港难民的问题，按算会快速通过法案，有机会伫今年底就会使通过，来帮助香港人。今头等下国内来关心，总统蔡英文拜日去主持塔江军舰落水的典礼。总统嘛伫面册讲，伫2023年年底就当完成6只军舰。另外，美国嘛表示讲，所谓成立系统会当袂互咱台湾啊，所以这嘛对咱国南国族有正大的帮助。总统蔡英文15主持海军桃江级飞弹巡逻舰塔江舰落水典礼，各地面册写到2023年底应完成6只。甲国军原本规划时间提前真济，因为海军预算初步记载，原定2015年底完成3只。国防部副部长张铁平16承认，因为敌情升悬，爱赶紧提升防卫战略。跟台团有做过研讨，他们认为他们的能量是可以做出来的，龙德对。他们可以，那我们的预算可以吗？也是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啊。全案的预算不会改变。军舰建造时间减少2年，数量各为3只，加做6只，预算为倒位来？国防部强调，专案预算未改变。唱水南国造进前宣布动工了后，目前有2项红区装备还未到手。即马传出好消息，美国已经通知台湾所谓成立系统已经得到输出许可。我们上次去台船看的时候，好像那时候还并没有嘛，是，所以昨天已经取得了。对，哇，这真的很重要哈。对，所以说海发中心那个主任啊，邵维扬将军，他其实非常的用心，非常的努力。对，好，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另外，解放军也继续对台湾文武恐吓16个避别坑，派军机进入台湾实战空袭，和空军广播处理。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4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航安全，
立即回转脱离。中国军机这个月已经交代14天将要达工报道，国军有关掌握因的动态。记者综合报道。详细消息来关心，伫高雄中游的林园厂昨暗是雄雄庆乌烟，这是今年第6摆啊，所以高雄市的环保局要依法重罚，上悬要罚500万。画面当中会当看到中游的林园厂废弃的小塔、有轨机、佮乌烟。昨昏是中油主动通报的，讲伊是机器害去啊，才会安尼。经去监测，虽讲无影响当地空气品质，啊，毋过这一样安尼已经违法，而且这是第6届啊，所以要加重处罚，上悬要罚500万。嘛是咧高雄，昨昏高雄有一个人家厝，那亲像是咧甲电动脚踏车充电，结果全爆炸导火，烧着隔壁2户。啊，那厝主本身嘛烧到规身躯有20%的烧烫伤。即马导火的原因到底是电线也是电池啊？即马要搁调查。暗暝导火，街头行火光亮亮，就算消防人员有水线，火也是挡袂牢。2户面体烧了了，导火点伫高雄高山区这间面体，木材材料开刀，也增加救灾难度。黄姓厝主倒出来，有关是心惊惊。是安那会起火啊？都唔真啊！伊咧充电倒起来，讲安尼啊，阮起来的时候，多龙火都严嘛。现场起火，建筑物是一个2楼。两户，分别是17户跟19户。直到透早3点外，面体火灾造成姓黄的厝主全身20%，二度烧烫伤，送医了后状况稳定。根据厝主表示，门口停的电动脚踏车，迄个时阵才来充电，熊熊爆炸。伫现场，门口停的电动脚踏车烧甲是影响响。电动脚踏车的业者提醒，若是充电伤过久，就可能互机器过热引起危险。还是没有充饱，继续再充会产生，你充越久会产生热能越高啊，热量越高就会产生危险。电池里面呢，如果正极跟负极，它因为某种原因突然短路了，短路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电流，这个电流因为很大的时候就会产生热。业者表示，锂电池报告2年上好，每4年都要换，而且充电的时阵也用合规较粗的延长线。学者解说，锂电池内底用电解液是有机液体，达到某一个热点就会烧起来。电池内部或者是控制电池充电机制出问题，导爆炸、导火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瑞士世界经济论坛公布2020全球竞争力的报告，讲到台湾的金融体系、医疗甲对抗病毒的经验，拢受肯定。中研院昨昏嘛公布咱台湾明年经济情势，认为咱台湾甲疫情控制甲真好，明年的经济成长率有4.24%成长率。中央研究院有估台湾因为防疫良好，经济复苏力量会增强，有测2020经济成长率会达到2.71%，2021有估会有4.24%成长率。中研院分析，国内经济在今年第3季甲第4季已经开始复苏，对外贸易也开始回稳。即阵随着国际新冠疫苗陆续上市，回稳的态势更加明确。今年不管怎么样，前半年是相当差的哈，那所以全年的基期是比较低，所以明年一定会超乎我们原来很多人的这个预测的数字。不过，中研院也讲，经济成长依然有3大不确定因素，包含疫苗发展有成功，不过注销市场也未确定。另外，中美继续对立，台湾依然有地缘政治风险。而即阵台湾正处在股价、厝价甲汇率3大飙升的金融市场，有起形复苏的情形。电子业甲传统产业差距较大，呈现2款的情形。而根据上新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讲到台湾有防疫、金融也有应对病毒优势，也建议全球在疫情过了后，产业要转型。你要做一个转型，让你整备你的环境。好，经过了这一段时间哈，大家就会发现说，需要的能力就是包括数位的能力，这样的人才，其实你要看你是要去重新训练人才呢，还是要再去做一些，就尽量做一些职训啦。学者分析，由疫情时代产业形态改变，高科技上有帮助，加上厝价起带动租金起。有个贫富差距会继续较大，少年族群也是收入较低，传统产业第一线员工会受到袂少冲击。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的民论社会主体租金因为伤过悬引起讨论。台北市长郭文哲昨昏是态度落软，表示讲愿意将这租金定算过才公布。那总统蔡英文是伫面册表示讲，中央刷落来会起12万户的社会主体，嘛那敢亲像咧考试郭文哲讲唔通敢若出一支喙，安尼咱国家大的问题才有法度豆豆改善。台北市民论社会主体去用这支租金伤过悬，市长郭文哲16出席社会主体登记医护管理精进模式检讨会，态度有较落软。都发局承认租金算唔对去，郭文哲强调讲会重新计算租金。不过伊佫讲市府唔是起厝要互上善家的人住，引起批评。在社会住宅，租金非常便宜，可是我们可以挪去做其他建设就少掉，所以这也是一个资源分配的问题嘛。民论社会主体租金为1房型到3房型的计算，若是无补贴，厝税就要12900，到受到争议的40500。若补贴较上进步，1房型的租金要8900，3房型的租金嘛是要36000。郭文哲虽然答应要重新计算租金，不过讲就要等换合约了后。在换约的时候会再公布说，我们新的租金是这样，但是你说已经租出去了，突然要去修改租金，在法律上是不对的。总统蔡英文顶一日透过人面册回应社会主体的议题，讲社会主体是伊上届坚持重要的政策之一。中央会起12万户的社会主体，只要愿意参与的人较侪，就会当持续改善居住的问题。这个讲法，郭文哲听了是无啥欢喜。批评中央的政策有1/5，也就是24000户的社会主体，要靠台北市来到完成。明年更要一口气再新建15000户。那目前土地也准备好了，财源也已经准备好了。那这个速度其实是越来越快的，并且也不会停下脚步。民进党发言人转达蔡总统的话，强调讲起社会主体，爱中央甲地方做伙合作，无需要一句来一句去，才会当互少年人有机会实现居住正义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标的的大湖草木要大出。也毋过，南湖溪顶头煞生一堆水芙蓉，造成农民抽水无方便。乡公所表示，即马会向水利署第2号船局找帮助，希望因甲摒掉。水面铺真侪绿色的食物，是原来种的水生食物水芙蓉。苗栗县大湖乡的南湖溪最近3个月，水芙蓉大量生炭，至少4-5公里。不止危害河川生态，即马真可能影响农民生活。目前农民想要顺利抽水，今年靠人力先清理一些底下清气的所在。我们本身上面没有水源，就必须要靠这河川的水。抽水马达里面，它的根系会抽到，会阻塞。所以就水抽不上去，对不对？对，怕造成马达烧掉这样子。以后怕什么7月份啊、18月份做水灾的时候，这也会有阻挡到。农民表示，规大湖的草木差不多种450公顷，即马是草木的成长期，真侪农民以莫大抽南湖溪水来灌溉，即马真侪水芙蓉嵌伫溪水，水管可能被卡掉咧，无法度顺利抽水，抽水莫大也可能受害去，灌溉是真受到影响。尤其现在草莓正在生长期，不能说没有水，所以我们请说水保局的长官能够正视这个问题。苗栗县政府环保局表示，苗栗地区今年较无雨水，溪水流动性无悬，水中粒质淡磷物质提供水芙蓉有利的生长环境，所以生态真济。目前大湖乡公所已经向水利署第2号船局求助，协助清除水芙蓉。另外，也争取水保局协助清理野溪部分的水芙蓉，望望用斩草除根。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仁爱乡种出来的甜气品质真好，连高山仔拢会去偷班来食。有农民为着要保护因的心血，即嘛是专工饲狗来保护果子园。南投县仁爱乡的甜气，因为甜佮俗，是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出名，人人拢爱食。毋那人爱食，连高山仔嘛爱。农民为着要防止高山仔来偷食，就饲20只狗仔来守护果子园。果就是被猴子吃，全部吃完了。那就变成一颗不剩，不剩啊，全部都被吃掉了，一排一直到后面，所以就绑果下去了。那一边的是结果累累，这边是一颗都不剩。对，这边一颗都不剩。
和高山仔对抗几若年，知影因的习惯了后，农民决定把狗饲伫狗会出现的所在。大只狗仔拢有固定的巡逻范围，另外为着惊狗仔会伤着人，拢有用铁链仔甲因保护掉。每一只狗都绑一条流笼线，对，所以这样它就不会到处乱跑。对，比较不会乱跑。可是如果猴子来，它要追猴子有办法吗？有啊，它就是顺着流笼线，顺着那个流笼跑啊。这样的效果好不好？效果是还好了，只是说吓那个猴子不要进到那个园区里面。虽然饲20只狗仔的成本是真悬，一个月就要上万，不过永过因为高山仔头版，逐档的损失超是4声，今年敢若剩2声，显示饲狗仔的效果是袂歹。这份支出也是真有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天气哪来哪寒，惊家己大个老大人无人照顾。华山基金会是专工邀请乡亲做伙赤碰西衫送互时代，希望互因穿少少，袂当感受社会温暖。这个是上，一日人围伫咧道边，佮足认真咧变手工艺。毋过因毋是咧上在艺班，是咧甲华山基金会志工学赤碰西。因为歌人就要到啊，因做出来作品是要送互乡邻的老大人，互老大人会当穿好少少。后尾啊，遐时大人会当安尼欢喜吼，啊保暖袂遐寒安尼。天气哪来哪寒，因为社区袂少家己大的老大人，无人甲因看头看尾，惊因去寒着，所以华山基金会就按算伫过年进前，用碰洗做一寡手五笼送互老大人。不过因为拢是志工手工来做，烦恼时间会赶袂赴，所以邀请民众做伙来斗3工。这物件吼足济啦，实在嘛是恶车啦，叫这人吼来倒车。200份的这个袖套要织，所以就是希望说在地稍微会的人，其实用钩针或棒针其实都可以，要给这些比较独居弱势的长者，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各地还是有很多人在去关心他们。华山基金会目前计划伫过年29暝迄天，送澎湃食适合老大人的时，把一寡碰洗作品做伙送互因，希望因毋但当身躯穿好少少，心内嘛当感受到温暖的关心。记者综合报道。看升济出兵国家选手，替咱台湾拼命声的国家出兵总教练林永祥，最近是咧替因厝内种花龙果，互人学到讲这是国家教练级的花龙果，伫市场甲农会拢真有销，真侪乡亲嘛是食好斗相报。为着产力无用咧烤草，这位做事人是堪称所谓出兵国手夺金牌的国家出兵总教练林永祥。伊为着照顾时代，要参加处理时代人斗阵种好良果，阁会当兼顾选手训练。农夫有当农夫的好处啦。我去训练完、比赛完回来的时候，到田里工作的时候，我会借着说，除草啦、施肥的时候，还会去思考说，我训练上有什么要修正的甚至是思考说后面的方向要怎么去走。林永祥讲，种好良果就像训练选手出兵共款，拢是希望会当超越自己，互家己更较好。即马国家教练级的好良果名声渐渐透，真侪乡亲拢食好斗相报。是我们火龙果的成品他平常也会提供给他的选手做营养的补给品所以我们刚好发现说，林教练除了教那个直排轮滑冰之外，还有一个那个种火龙果的特殊的技巧所以特别帮他也做一个介绍这样子。潮州嘛培育出侪侪出兵选手，潮州也转咧去国际级的出兵场。国家出兵教练林永祥希望家己种的好良果，会当甲出兵共款，互更较侪人认捌潮州的在地特色。记者综合报道。自动福利联盟针对17岁以下囡仔有设一支爱药话呀自动专线。社工是表示讲，逐个月大概都有200-300通电话会卡入去。囡仔的心虽望单纯，毋过嘛真正需要大人的了解甲关心。人讲囡仔人应该是上届无忧无愁，毋过敢真正安尼？就是考试有时候考太烂会被骂，难免有一些不想让爸妈知道的，应该可能会选择性吧。有的囡仔确实有烦恼，毋过无一定会参父母讲。儿童福利联盟就针对囡仔设立一支咨询专线，互因嘛有小套压力的管道。喂，小朋友电话你好，我是10号值日生。
社工也是受过训练的志工，特定时间甲囡仔伫线顶来开讲。座位顶悬嘛有真实用表，互因参考，要安怎参囡仔来对话，了解因的想法。照因统计，囡仔烦恼的代志，功课困扰占上侪，过来是人际关系甲家己的心情，尤其愈晚考试，卡来人愈侪。考试前后，他们可能会很紧张，就是怕考出来的不会写，那或是考试完了，然后发现自己很粗心，然后就是很懊悔，很后悔自己怎么没有好好的检查，那或者是自己很担心自己没有办法符合大人或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期待。社工讲，照因拄到的卡内囡仔小学生较侪，1年啊到6年啊拢有。这支08000003-123的哎呦喂啊专线已經設19檔，對拜1到拜5下晡4點半到7點半，攏有專人服務。社工人員講，每個月大有200至300通的電話，看起來其實囡仔嘛甲大人同款，需要關心甲體諒。記者鄭嘉文、林玉凱台北報道。新竹县的尖石乡司马库斯部落，因为发展观光，即马有倒一寡大型的路灯，毋过路灯伤光，会生一寡虫拖过去，嘛颠倒害遮的虫拖死亡。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即马就利用技术来代替传统 LED 的路灯，才互部落的生态会当豆豆恢复。司马库斯部落因为所在偏远，一直到1979年才有电通用。捌互人称作是乌色部落，后来因为观光发展，有电啊，煞嘛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台电进来了以后，设置了好多大型的路灯，它会引诱好多的锹形虫，那么也引诱好多很漂亮各种各类的蝴蝶。观光客越来越多进来了以后，锹形虫都被捡走，那漂亮的蝴蝶也都被捡走，传统的那个星空。漂亮的那个夜景，星星慢慢的不见了。后来部落家己发起制作适合在地环境的路灯，是要减少生态冲击。毋过电火球的光源也是会起因虫拖，一直到清华大学教授研发出 OLED 电火，才解决问题。灯具可以配合部落的这个灯罩，然后晚上我们把它点亮的那一刻，我心里面真的很感动。太亮、太蓝的那个灯泡也一样产生同样的伤害，所以那个时候心里在想说怎么办？所以我从13年前就开始不断在思考怎么办，能不能发明一个光源，对夜空不会有伤害，对生态不会有伤害。285拍亲像飞蕊的电火球，已经踮旧年送来部落，目前拢已经装好势。即马无论是山顶的小路，还是居民大的厝附近，拢看得到。那好处就是说，低头可以看到夕阳余晖，抬头还可以看到星际银河，然后再也看不到这个所谓飞蛾啦，这个其他的什么像很棒的锹形虫呢，就跑到灯光底下，就是整个生态就被保护住了。这项技术在部落的应用，今年得到台湾光环境奖的特别奖。教授嘛期待透过这项技术，让社会大众对友善光环境更加重视。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去家己铺子的配水塔，嘛，互人叫做铺子水塔，也是水道头，是日本时代为着要改善当地食水的卫生起的。6当前已经成做关键古迹，毋过因为一直无好好管理，即马在地文书工作者是希望相关单位爱重视，毋通互即个重要的景观一直拍远。草瓦发展满满时，水塔的4颗位仔嘛，因为石头仔可能会落落来，禁止民众挖进。这座35公尺高的铺子水塔，在2014年防指定做关键古迹，毋过因为无好好管理，即马就封放伫遐。本来预设要做水的意象的一些那个水池啦，或者那个景观，都可以把它做出来，这样子会更符合它的使用目的。铺子的水塔是铺子重要的精神指标，如果那个荒废闲置的话，当然对铺子是一大损失。他现在这样有一点算是没有在管理，有点可惜，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再多一点运用，就是增加一点亲子建设的公共设施啊之类的，可以让更多人去接触这个东西。这样。铺子伫咧1933年，因为要改善当地用水的卫生，所以才会起这座铺子水塔。
目前的管理单位是水道水公司。因嘛表示，水塔是古迹，已经有送征收的计划去文化部，但是通过得赶紧来征收。旁边的这个水稻头园区，就是可以做一些相关的串联，例如说可以让这个意象就是让它再贴近一点点，就是不要只是一个水塔在旁边，然后一个园区，就好像两个是分开。水台边啊，阁有家己关建设处，移交予破竹市公所的总地艺术品，考虑到安全的问题，目前暂时无开放。破竹市公所表示，会随时来进行环境的整理，毋过因为经费不够，目前无法度做啥物改变。未来希望会当甲县政府来协调，重新思考整体空间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上海最近有一间新的咖啡店真热门，这几间店敢若有一个空尔，这空是由这布红啊形状来替人客送咖啡，看起来真古锥。毋但安尼，这间咖啡厅请的咖啡师甲工作人员拢是身心障碍者，互因有法度家己转食，实现梦想。默默的形象替人客送烧咖啡，也个人甲伊握手拍扑话。上海市的永康街这间咖啡店叫做非日常，朴实的外壁只敢若一个空对外，吸引真侪人客来这排队，要等的这人行交流的时阵。毛茸茸的小爪爪拿一杯咖啡给你，你就会感觉很温暖。这个形象会甲人互动，比手势有当时甲你梳头、出头真多，互人感觉厂后壁工作气氛一定真热烈。也毋过其实内面真安静，因为两位煮咖啡的咖啡师耳孔拢听无，伫咧接到人客电子条码点咖啡了，就真专心的煮咖啡。用形象伫咧送咖啡的是一位面部伤残的员工。非日常咖啡共同创办人王海清，经伫咧吹沙国际新奖日即天开业，希望为更加侪身心障碍者传递正能量，共同创造就业机会。即天新奖人数拿来，会当有一杯免费咖啡。其实聋哑人的咖啡师，他们做咖啡非常非常棒。我当时一开始给我们推荐了7到8位的这个面试者，我们也从里面现在聘用了这个3位，觉得可以帮助到真的需要帮助的人，而且提供更多的岗位给一些特殊人群，挺好的。当初开这间咖啡厅无特别宣传，不过伫网络媒体报道了，试营运期间生意就真好。伫上海永康街咖啡厅真侪间，一开始想着讲用形象送咖啡，是特点先将人士可能无啥关系甲人客交流，体现所建造的独立环境甲窗口，用条码语音辨识系统这款现代科技斗相共，沟通无障碍。因要提供免费的培训，欢迎有兴趣的听众人士来学煮咖啡。它是力，是太小了，你是拿，那是你，没，我帮你拿着吧，等会你继续。这个形象看起来真温暖，可能真想要改压掉的。因应新冠疫情，业者也传几落套的形象，逐工拢消毒几落遍，和温暖的咖啡，卫生也无拍折。公司新闻思维两边译。来关心环境，来看好消息。这是南美洲即马又搁发现新的动物的品种，毋但安尼，甚至搁找到互人已经当作绝种的动物甲食物。全球上细只的两栖动物之一，小人国四脚，分数长敢若有10米里，还佫有分数顶的色水，甲玻利维亚国旗的色水同款，有红、黄、绿3色的国旗蛇。另外，头壳内落所在有一感应的受器。会当家斗掠细型的动物来食，有都会向尾蛇等等20外种，真正拢毋捌看过奇妙的生物，拢是非政府组织国际保育科学家团队。2017年3月份的时阵，伫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附近的松哥坑坎考察14天发现的新物种。When we visit places like this in the Andes, we expect to find a certain number of new species. Even more exciting for many of us was the rediscovery of 4 species that were believed to be extinct. 4种去互认为真久以前就已经绝种的物种，伫即届探索的过程当中出现，包括20年前彻底去互破坏了后就消失，规分属乌金乌金，所有红色的大目睭的摩根四脚，还佫有98年来拢毋捌有人看过一种眼蝶，还佫有文献内底敢若记载过一届，127年来头一届去互发现的轮叶双叶果等等。
Yo creo que ese es el mensaje principal. Un bosque sano es un bosque que va a tener especies maravillosas como las que hemos encontrado en Songo. Va a tener muchísimas más especies de las que se han registrado 1.700. Pero lo que va a permitir sobre todo es asegurarnos que el valle esté en salud, el valle de Songo. Pero eso es un reflejo de la necesidad de tener una salud en la naturaleza. 生物的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指标。参与探索的科学家表示，松果溪坎内底有真侪虫拖、鸟仔、甲水鸡咧叫的声，还佫有水墙甲溪流的水汽，或者是青池、兰花、甲桂类的食物，会当发了佫较旺。加上安第斯山脉真佳的地形，各种的条件打造出适合动物甲食物因生长甲生态的环境。希望发现新物种的好消息，会当互地方政府制定佫较友善甲永续的环保政策。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14度，上悬20度；伫中部温度上低16度，上悬24度；南部温度上低16度，上悬26度；东部温度上低是15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是8度到2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亲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